開始。而家開始。一家9，10隻小蝌蚪，2加8，10隻發發芽，3加7，10隻老虎機，7加6，10隻大斑鳩，5加5，10隻大老虎。大老虎。係啊，你可唔可以由頭到尾都係國語㗎？啱咗啊，係咪啊？可唔可以由頭到尾都係國語㗎？1加9，10隻小蝌蚪，2加8，10隻發發芽，3加7。3加7怎麼了？不讓你看，3加7是什麼？青蛙的。不是，3加7。10隻老虎機，10加6，10隻大斑鳩。5加5，10隻大老虎。Oh, thank you。改下啱咗啊！